家好。师父见好。那我们继续讲课，前面一样的发心啊，为所有一切众生发菩提心，然后在六道中的一切众生都在轮回的苦海当中，还是有在不断的轮回，所以这些所有的众生都是曾经都做过我们的父母亲，所以呢，我们就是为了这些所有的母亲，要好好的修持佛法，修持大圆满法，然后就让所有的众生获得圆满正等觉国的果位以这样的发愿，为了一切众生，我就要听课，我就要学习，我就要修持，以这样的发愿，就是断除一切我们为自己以及为自己的一种实践法的利益的一切的这种起心动念都要放下，必须得要先要观察自己的内心，比如说今天来听课的这个起心动念，或者是可以长期我们修持的这个起心动念有没有什么不如法的地方，或者是不够好的地方，这些都是一定要好好的去观察，好好的去怎么说呢，思维完了，如果是有什么就是不太正确的，只是一切的这种发心都是为了自己的这种发现不太正确的有些起心动念的话，就是立刻要改变那么就必须得要把它转成为所有一切众生的发心，为所有一切众生发菩提心，以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听课前面的这个所需要的这个基本的条件都会圆满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课来说到，就是我们大圆满前行龙泉因地的大圆满龙泉因地的前行那么在普贤上师言教与八智仁波切著作的这个书本里面呢，我们有共同外潜心和不共内潜心有分为这样的一个两个大部分。然后在不共内潜心来说的话，也是有怎么说呢，归发心修持金刚萨埵，然后呢就是共门的部分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些还有上师瑜伽等等这些的过程当中呢，现在我们就是在发心后面的呢，就是我们在有修怎么说呢，发菩提心的方面，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这两者当中呢，就是有行菩提心的方面。行菩提心要学习行菩提心的话，那当然就是我们大乘佛教的主要的修持的最主要的功课来说的话，就是六度波罗蜜。那么我们就要有布施的布施、持戒、忍辱、禅定、精进、智慧等有六度波罗蜜当中呢，今天我们也是有修怎么说呢，学习安忍度忍辱的方面，对不对？对。所以忍辱的方面呢，前面我们已经有第二个忍辱的怎么说呢，课程都已经圆满了。今天呢就是第三个那么就是怎么说呢，第三个的方面。所以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不为甚深法义之安忍，这也是一个最重要的、非常关键的。尤其是我们作为一个大乘佛教的，特别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密乘的修持大圆满法的一个修持者来说的话，就怎么说呢？不为甚深法义之安忍，这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这个是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就这样讲的话，那我们接下来看若听闻到甚深的空性实相，尤其是眼雷清作自心大圆满实相之精要，超越上恶因果之12金刚大相、稀有八句等法语时，对此不应生邪见那么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里面刚刚讲的这些都是，如果是做以小乘佛教的一个修行者来说的话，那就比较没有办法容得下这些的怎么说呢？那个内重的一个智慧，没有这样的可以容下的智慧，所以呢，就是当然就是会产生恐惧，都会怀疑说这难道是佛法吗？释迦牟尼佛曾经有这样讲过吗？等等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想法，所以我们就要听到这些深深的这个法义的空性的道理，然后这种的时候呢，就不能有什么太多的就是这样会不会如法不如法等等的这种的恐惧，我们就要有智慧，一切万物一切的法本来就是空心的，在空心以及在这种显现这两种之间来说的话，就实际上都是一个怎么说呢？无二无别的但只是我们一个众生以及一个佛，或者是一个众生和一个菩萨，以这样的一个这两者的区别，就是以智慧的区别那么在这个智慧的区别而已所以呢，就是我们菩萨有菩萨的智慧，那么证悟一切这个该证悟的，那么就我们众生的话，就是没有证悟一切这些成就跟智慧，所以还是充满烦恼的，充满执着的。所以这个方面来说的话，就非常重要的，就有三个安忍当中来说的。当然前面我们就是有讲的两个，就是修行的过程当中有痛苦，有害怕，有一些比如说恐惧，或者是甚至就是饮食都有困难的情况下，也是就像弥勒那个尊者一样那么就不顾一切的修持佛法那么勉强把生命也是维持下去了，但是修持都是圆满成功了。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在修持的过程当中，有他人对我们进行有各种的就是伤害、殴打也好，或者是伤害也好，然后就是骂你也好，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些我们一般的人忍不下去的很多东西，也是因为我们修了安忍就忍下来了。但是最主要呢，现在我们就是作为一个大乘佛教，特别就是密宗的一个弟子来说的话，对这个真正的深深法义上面的那个能够可以理解的，能够可以容得下，能够可以做到静观的这个方面才是最为重要的。这个方面大家一定要长期知道那么这个就是不能产生任何的邪见那么一旦对这些产生任何邪见的情况下，那我们的修持又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因千方百计毫无颠倒地受持其中的利益，否则若生邪见或尽信诽谤，则成为十法罪业，是无数劫中不能从地狱深渊中得解脱之因。如强美仁波切说，此罪胜过无见、无解脱罪法六忏所以我们就强美仁波切是在藏地的非常非常殊胜的一位上师，也是第一位左倾法王的上师那么他的有一个那个怎么说呢？那个净土法门当中呢，就是他就著作了一个极乐世界的七愿文。那么在这个七愿文里面，就是这边那个巴遮仁波切用的就是这两个字就是七愿文的字。七愿文里面就是有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无间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对不对？对。但是如果是对甚深法义升起邪见知性的这些人来说的话，那就是已经是他的罪已经是超过了无间罪。
所以条目仁波切就这里讲，就是这种造这种罪的人，那就是要立即忏悔，他就是以这样的一个祈愿。那么这个来说到，就是没有说造无间罪，然后就是要发露忏悔，那么就是消除无间罪，就是他超过无间罪的更重的那样的。那么就是超过无间罪，比无间罪更重的罪是什么呢？那么就是对于我们就在密法回谤密法者，回谤就是大圆满法等等的这些。那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多少人回谤密法？当然也是有啊。那这些都在哪里我觉得大部分的没有来学习佛法的人，或者没有接触佛法的人，可能不一定会去回谤佛法，也不一定会去回谤什么密法之类的那么就顶多就是都说佛教徒可以做什么，好像佛教徒不可以做什么等等，顶多就是讨论一下这些，那根本就不知道佛教的这个内容的甚深的内容，不会去讨论，也不会去回谤，对不对？但是最主要呢，就是回谤者是谁？回谤者就是接触佛法、修持佛法的那些人。那么大乘、小乘、密乘、金刚乘这些相互有一些，比如说小乘的人觉得大乘的这些都好像是已经是，尤其是那个超越因果的这些法，那就是可能也不是什么释迦牟尼佛的教法等等的这种的一些回谤，才是真正的一个大的回谤。所以呢，我们也是一定要知道，我们当然就是在修持这个法的法门的人，而且是从基础开始修持上去的话，当然也是不会产生回谤。但是呢，就是连不能一个那种怀疑都不能产生，必须得就是要净观的。净观是什么呢？清净观，对法的清净观，对上师的清净观，对传承的清净观，对金刚师兄的清净观，包括对于自己的清净观，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呢，就是平常都是有在供养的时候呢，供养自身文物本身的坛城，这就是一种清净观。就像如同这个一样，所有的清净观事实上都是存在的，而且是真实的，但并不是说是一种假仗上去的不是一个虚假的一种观相那么这就是真正的事实的这个道理。我们从小的从前面从细微的方面去认识真实的东西，然后呢最后能够得到真实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法界的这个空性证悟那么我们这个来说的话，就是需要一个过程嘛。那么过程当中，就是连一点丝毫一点点的那个怀疑都不能有，然后就一切都是你不懂的所有的东西，就是知道你自己不懂，所以就是并不是说是那个没有揭示的。就像一个人所谓的空心一点概念都没有的话，他就觉得所谓的空心是不存在，或者这个是一个虚假的东西，他可以这样讲但是呢，他这样说的话，对与不对？那当然不对。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自己不懂而已，不是说他做的是有道理。那如果是一个人说有因果，一个人说没有因果，那么就是在没有因果的那个人说的对吗？当然不对。对于他自己来说呢，当然可以说没有因果。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学习过，因为他不懂，因为他没有研究过，所以呢，他可以说，但是他说的有没有道理？当然没有道理。因为他讲不出来任何一个因果不存在，或者是因果是虚假的一个道理，他讲不出来任何一个道理。那么说有因果的那个人，他说的是对，原因是什么呢？当然他自己也是已经了解了，而且事实上来说的也是因果是存在的。所以呢，就是大家都可以讲得出来，因果存在的很多的比例，很多的这个道理都可以讲得出来。所以呢，他说的是当然是对的。但是另一个人说不存在，那就是这个来说的，只是他自己不懂。所以就像这样的一个道理，所有大圆满的这个殊胜法，而且是密宗的一些神圣的一些内容跟含义，还有一些窍诀等等各种，尤其是在见解方面来说的话，就有不可思议的见解，这些都是必须的要用清净心来接触，而且是要非常的
就没有任何的怀疑，就是一定要从自己的这个从骨质当中，骨质里面就是要相信，而且是要信心啊，要产生信心，要肯定这点事实都是正确的。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是会达到真正的那种修持的条件嘛成就。自本作人着康中